Hello，大家好，我係 Doris。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點樣去用條橡筋帶去訓練翻我哋拜拜肉關三頭肌嘅肌肉力量嘅。我而家示範下，首先將條帶放地面，用腳踩住佢嘅中間位，另外一邊腳攬向前，留意翻雙腳之間保持左右有距離嘅，大概好似我哋嘅身體嘅闊度，以確保我哋嘅平衡。呢個時候舉高雙手，手踭向天。上臂大概喺我哋嘅耳仔嘅側邊啦。呼氣嘅時候做動作，慢慢舉手向上，盡量將隻手拉直向天，再吸翻啖氣，呼氣落嚟，上落我哋用5至10秒嘅動作，要均勻均速咁樣落嚟。而家側身做多一次示範，曲前膝，手踭向天，吸啖氣，挺直嘅身，呼氣嘅時候上去。01、02、03、04、05，舉直嘅拳頭向天嘅，慢慢呼氣再翻落嚟。01、02、03、04、05、06、07，落晒嚟。咁同樣嘅動作，我哋每一次可以做10至15下為之一組啦。咁有時間可以做多2組。咁啊，勤力啲做，我哋手臂肌肉自然結實啲，多啲力量，咁啊攞嘢就有力啦。另外，我哋手臂有力，亦都減少我哋膊頭嘅代勞，減少我哋肩頸痛嘅出現嘅。今日嘅分享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過其他嘅動作。拜拜。